고모들이야 남발링게 성로리야这西边首先要问候大家，扎西德列。那么今天是我们冬季辩经课程第2天。那么在昨天的课程当中已经讲了一些了，也就是对于唯识还有所谓的瑜伽行派，他们的思想，还有他们的这个是如何发展开来的，做了一个介绍。那么唯识呢，它在梵文里面它也可以叫做 Vinyabhati， 也叫 Vinyavana。 梵文有这样2种说法。那简略来说，这2个梵文它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法不外乎就是心事。换句话说，一切的相都是由心所现的这样的意思。刚刚提到这2个梵文的字呢，在许多唯识的典籍当中会互换着使用，是会交替着使用的，就是有时候用 Nambariba， 有时候用 Semzang， 这样2个字。那至于说到底这2个梵文它的差别，到底细节来说是什么，我们之后再讲。总之呢，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唯识它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派别，有这样的思想的人，就是叫做瑜伽行派，就是瑜伽行者。也就是说，创始跟或者说发扬继承这些学说的人呢，他们就被称为叫做瑜伽行者，就是叫做 Yogacara。 那有这样他们的这些思想跟主张，就叫做Vijnanavada， 就是唯识的说或者唯识思想。那这就有点像我们说具有中观思想的人，他们就叫做 Sunyatavadin， 他就叫做空性论者，就是讲说空性的人。所以同样的，我们说瑜伽行者，他的这个名称也是一样的，主要他们就是讲说或者说具备着这样唯识的思想的人。那么在昨天我们有提到一位叫做这个中国的译师叫易净，在他的一个这个著作叫《南海寄归内法传》里面就有提到说，大乘最主要有2个派别，一个就是中观，一个就是瑜伽。那这个瑜伽翻译成藏文就是 Narjo，
然而呢，在易经他的这部著作当中，他呢只翻译成于且两个字，他没有翻译成于且行。但其实呢，于且行才是比较完整正确的一个翻译。为什么呢？因为正确来说，于且就是 yoga， 但是 yoga chara acharya 就是行或者是实践的意思，所以说 yoga chara 它应该叫做于且行。所以如果呢只翻译成于且的话，那它其实并没有真的把所以于且行这样子的意思翻译出来。而且如果只翻译于且两个字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跟我们之前在下集课程也有提到，印度它有6派哲学当中就有一个派别叫做于且派，所以也有可能会跟这个派别搞混。所以呢，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混淆，所以在之后像中国佛教也好，他们在讲说唯识宗的时候，通常都会称他们为于且行派，而不会说于且派这样子，而会特别把这个行加进去。那这样才是比较完整的，就是 Yogacara 这样的一个翻译。那当然，具备唯识思想的人也有一些其他名称，不一定叫做 Yogacara， 也有叫做 Yoga Namba， 还有这样不同的名称哦。比如说叫于且佛教，或者说于且唯识哦，也有不同的翻译。那么日本有一个学者叫横山弘一，他有这样一个说法，他认为说呢，这个于且行派的唯识的这个思想啊，一方面来说，它根本上是可以说沿袭了这个般若的空性的思想，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它其实呢也是借着就是某种意义下去说，承认有这么一个心事存在呢，去修正这个空思想的那种虚无的这一面。所以他的整个教理架构，这个日本学者认为说，他可以说很原封不动的将这个过去的阿毗达摩的思想很完整的继承下来，然后把它组织成为这样一个完整的唯识的思想。所以呢，如果从教理上来看，唯识的思想，它真的是一个最完整，也发展可以说最高的、最有高度发展的这样一种佛教的思想。那么接着呢，我想谈一下这个唯识的思想它是
为何会兴起的？它是如何兴起的？那么在之前夏季课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过，这个印度的历史它是没有什么文字的记录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印度是一个没有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所以过去其实印度很多的有这些历史人物，也有很多的高僧大德，但是呢，他们到底他们的年代、他们的生卒年，甚至他们是否真的存在，都不是很清楚。甚至我们常说龙树菩萨，大家都听过，但是到底他是真的这样的一个人吗？或者像无着、世亲，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吗？甚至都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这就是印度它历史没有文字记载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印度的很多这些历史，大多都是靠现代的很多学者们他们推测，还有可以说这样子研究推导出来的。所以除了用这样子去推测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了。而且很多的，我们看很多的佛经或者很多的论点，比如说像《华严经》真正的这部经书，它的成书的年代是什么时候，你也很难说清楚。或者某部论点成书的时间，甚至他们的都很难说清楚。还有很多著名的这一些典籍到底它的作者是谁也是有争议的。譬如说《瑜伽师地论》，中国佛教认为这部论点呢，它是这个慈氏弥勒菩萨所写的，但是呢，藏传佛教认为它是无着论师所写的，所以这也是有争议的，就是《瑜伽师地论》的作者是谁。所以呢，现在很多学者都还在不断的这些探讨跟研究着。所以这里我们会谈到很多这些唯识的大师，还有他们的论著。那他们的这些年代啊、顺序啊等等，都主要是我这边介绍的都是依据的是近年来这些学者们他们研究的结果而说的。但是呢，也不一定都完全正确，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的。而且呢，其实现在很多不同的学者，你会发现他们各自说的也都不同，他们各自研究的结果也都不同。所以如果未来有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在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互相的做一些讨论，再学习。所以这些年代啊、顺序其实都不是完全确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首先知道的就是唯识的这些论师，还有著作的先后顺序啊，还有年代的不确定，还有他们不同学者的一些不同的见解。
所以啊，我们接下来在讲这些唯识的，会要讲唯识形成还有发展过程嘛，所以这些过程你会发现有一些混乱。不过呢，我还是会尽量的讲清楚一些。虽然这当中这些顺序、年代甚至不同的见解是有一些混乱的，但还是尽量的进行为各位做一些清楚的一个讲解。다 샘자비 더럽 지더르다 주디 주두산 델이야 탕选장의 유루액 탕选장사야 탕이 되는 지 다选장의 유루액이 那么这里就是玄奘大师他所翻译的，有一个就是有一位叫做最圣子等等这个菩萨他所造作的他们造作的一部叫做《瑜伽师地论释》，这是玄奘大师翻译了这部论著当中有一段文字就是说明了唯识思想是怎么发展的因缘。那这段文字就是这样的：佛陀去世之后，那么弟子之间呢发生意见的对立，许多部派尽力互相抗争，但他们呢大多都执着这个有见，也就是主张呢事物是存在的这样的见解。因此呢，龙树就从大乘无相空教的立场造作了中论，宣扬这个空的思想，同时还有提婆呢更造作了百论，把空性的思想呢弘传到世间。然而世人呢因而落入了空见，也就是主张事物完全不存在的这种见解。就是主张事物完全不存在，或者认为说没有因果，没有善恶，总之很多人误解了空性，升起了许多邪见。接着这里说执事之故，因此无着呢修禅定，得大神通力，服侍弥勒，恳请弥勒说是瑜伽唯识的论书，有这样一段记载。所以可以看到，首先谈到这里当时部派如何成立，接着中观，然后接着是唯识如何出现，部派、中观到唯识。那这里我是从中文的这个再翻译成藏文的，所以并不是真正当这部论点的原文，而是中文白话再翻译过来的。那刚提到有很多的部派，那举例来说，部派佛教当中就有的有见就是以说一切有部为主。所以其实从他的这个部派的他的名称，你就可以知道他在说的是说，可以看出他是认为说这个宇宙万物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存在性。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部派就认为他把宇宙万物就分成了75类，而且认为呢，这每一类都是实际存有的，这是部派。那么接着中观来讲，最主要依据了般若经这样的空的思想，那它就跟这个有是完全相反的空的思想。它呢和这个有这样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它彻底的
空性的思想彻底的否定一切事物，或者说这种事项的这种存在性。那么是谁将这样的一个理论，或者说这样的空性思想完整的组织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呢？就是龙树。所以龙树菩萨当他在诠释什么是空的时候，他就透过撰写了这个中论来诠释什么是空。所以中论当中就透过了八部中道来形容什么是空。所以当你去看到八部中道的时候，其实你也了解龙树的空并不是完全的无的这一部分，它不是单方面的否定一切事物的这种虚无的主义，并不是的，它是不落入任何一边的，或者说的这样的一种中道的这样一个思想。它不落入有，不落入无，不落入常，不落入断等等，它是八部中道这样的一个思想。虽然我们一听到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它就跟有是相反的一个思想，但其实龙树在讲的空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么虽然是这样子本质上就是中观所说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八部中道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空性的本质，所以万法本质上的确就跟中观所说的一样，但是在显象上或者说表现的方式上来说，如果将我们所有的这些存在，就是说一切诸法，我们的一切经验都说为空，说无自性而加以否定的话，如果有一点点差错，很容易我们就会落入一种虚无主义的情况，会有这样的一个危险，也就是落入所谓的断边这样的一种危险。所以事实上在当时印度的确也有很多人，他们一听到空的思想的时候，对于所谓中观的思想就的确怀有这样的误解，他们以为所谓的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因果也没有，善恶什么都没有。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的一种情况背景之下那么这个唯识的思想就出现了。它唯识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这种时代潮流为背景还有他想要去修正这种对于空的这种误解，或者对于中观的一种错误的认知，想要修正它而兴起的一种思想。那么所以就像刚刚谈到说，空可能会落入到一种虚无主义的危险，所以或许说想要修正这种虚无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唯识兴起。但是这是唯一唯识兴起、唯识思想兴起的原因吗？并不是的。它确实是一个唯识思想很兴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修正这种对于中观所说的空性的一种误解。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
还有其他几个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事实上，唯识的思想它之所以能够弘扬发展起来，它是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重要的一些因素，它都因为发挥了作用，所以这个思想才能够成立的。所以简略来说，大概是有3个原因吧，3个或4个原因。那么这里有一个图表，那么给大家看的就是，那么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首先唯识思想兴起的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唯识，这是原始佛教以来的这一种唯心的一种倾向所以因为这是唯识的思想，所以唯心倾向的一种情况，所以唯识兴起。再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部派佛教，这是之前提到过的，部派佛教内部有兴起的一种轮回的这样一个思想，所以为了要探求这样一个轮回的主体是什么，所以有所谓的阿赖耶识的这样一种思想，所以这是第二个。所以第一个就是唯识，第二个就是阿赖耶识。再来第3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到了般若经了。所以第一个是原始佛教，第二个是部派佛教，再来第3个是般若经。在般若经当中的空的思想里面呢，为了要对于空的思想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它有3性3无性的这个思想。再来一个就是瑜伽。那么为什么会有瑜伽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对于禅定的一种重视，也就是不只是一种对于经教的思维分析，更重要的是对于禅定的一种修持。所以瑜伽第4个。那么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唯心的这种倾向所以它造成了让唯识思想兴起的一个原因。那什么叫做唯心的一种倾向那其实就像昨天有提到过，其实谈到心这样的内容，也就是心很重要这样的一种思想，或者说心真的是最主要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并不是到了唯识瑜伽行派那个时候才突然被提出来的，并不是的。就说唯心论不是那个时候才出现的。其实呢，你看任何的这个宗教，在本质上都具有这种认为心很重要的这样的一种倾向，可以说都具有一种唯心的倾向。那讲到佛教呢，当然是这样了，它也不例外的。我们从佛陀他讲的这些教法当中，当我们去看，你就可以看到都离不开这个心，都是有这种唯心的这样的一种倾向。就从佛陀的教法当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一点。举个例子来说，像是法句经。为什么举这部经呢？因为法句经呢是可以说最古老的一部佛教的经典。
而法句经里面的内容呢，可以说是最接近可以说是以这种最接近原型的这种形式来传述佛陀他所说的教理，这样的一部经典。所以总之呢，法句经里面它就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凡事都受意支配，以意为主，由意构成。如果人们怀着染污的意说话以及行动，那么苦会跟随着他，就像拉着车的牛马的脚跟随着车轮那样一样。那这句话是在说什么？就是说心或者说意心意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作为一切的事物它的重心，它的根本所在。所以由于我们的起心动念，所以会有是善是恶，就造了这种善业跟恶业，而且就感受到苦跟乐等等。所以随着心的状况而觉得感受到苦乐。再来还有一个叫做七佛通戒记，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祭文，它可以说是佛教的一个纲领也就是平常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所以你看到这一段也是提到自净其意很重要。所以你看，不论是前面提到法句经的经文，或者呢是这一首这个七佛通戒记，都在提到说，这个佛法修行的重点在什么？就是在心的这种净化。那么心很重要，那么我们再讲回唯心唯识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区别一下它有两个意义在里面，有两个层面在里面的，是很重要，要区分一下。这两个意义呢，它还是有不同的。所以唯心这个词语我们会白话说就是它心很重要，或者说只有心。那么但它的含义有两种，第一种意思就是说善恶或者苦乐等等都是由于心的这种状况而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由于我们的动机而造成了这样子的善恶苦乐，这是一种理解所谓的唯心的意思，这是第一种理解。所以就像在有一部经典叫《无垢称经》，就有一句话说，心杂染故有情杂染，心清净故有情清净就类似是这样子，形容是一样的。所以讲回唯心这个词语的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任何时候我们现在人们经验到的任何事情苦乐经验都是由心而可以说而造作出来的。所以因此心很重要，所以因为善恶苦乐都由心所造就出来的，所以心很重要。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跟真正唯识思想在谈的只有心存在，外境不实存的这种以比较严格意义下唯心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刚我们谈了法句经也好，或者还有刚刚那个七佛通戒文哦，偈言等等，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等等还有这个法句经里面的句子，还有这里无垢称经心杂染故有经杂染等等这些经文，其实都比较是第一层的意思。所以我们讲到唯识唯心，第一层我们要理解它，就是的确经文中也有提到的，就是说心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善恶苦乐都是心所现的。所以与其说它是一种唯心思想但可以说它就是一种很重视心的一种论点，或者说很强调心的一种论点的一种思想。但是呢，接着逐渐到第二种唯识，它的意思就是越来越可以说逐渐从善恶或者苦乐更深入到整个万法或者说整个宇宙这种存在性上去探讨的时候，这时候佛教的唯心论，这个唯识呢，唯心论就真正它的意思就出现了。这意思在说的是什么？就是唯识它真正的意思就是在谈的是说，包括自己在内的我们现在的经验的所有的外在世界，还有这些所有包括自己在内和外在的世界，和自己的我们的心相互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个关联性是怎么样的？所以整个唯识唯心论，它在讨论的就是心跟境的一个关联性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一个主体。所以这个就是唯识的我们说第二层它的意思那么这里就我们看可以用为华严经还有像华严经它里面有夜摩天宫品，还有一个叫实地品中很有名的两个颂文，就很清楚说出了这样一个唯识它真正的这个见解，也就是真正唯识所谓的万法都由心所现的思想。那首先华严经里面夜摩天宫品的这个偈文是什么呢？就是那这两个偈文可以说就是唯识宗很重要的两个颂文。那么一个就是心如工画师，画中中无因，一切世界中无法而不造。再来是实地品当中又提到又作是念三界虚妄，但是心作12缘分世界一心。所以前面第一个华严经第一个颂文呢，提到就是他做了一个比喻就好像画家他会画出各式各样的图画，我们的心就像画家一样，他造作出世界当中所有的这些显象，或者说所有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心就跟工画师是一样的。
接着呢，在十地品华严经的十地品当中所提到的是说，三界都是心所造作的，而且呢，12因缘也是依于我们的心。所以，总之呢，这两个颂文就说，我们自己和整个万法世界都是我们的心所现。所以可以说，透过这两个颂文，可以很彻底的、完整的说出了这个唯识的思想。所以主张说，这种自己和万法所有的存在都不过是心造出来的。所以后来呢，唯识的很多论述都把上面《华严经》的这2首偈颂当作是最重要的这个校正来引用。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上面这2个偈颂真的是影响是非常非常，对唯识的思想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对于唯识思想的这个建立是非常重要的2个颂文。所以各位如果能够背下来这2个颂文是非常的好。好，那这里我们接着休息30分钟。那么在之前，我们引用了这个最早的佛经，可以说最原始的佛教佛陀的这部经典，也就是《法句经》，还有这个七佛通记，从这个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唯识，或者说唯识的第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心很重要的这样的意思。接着呢，进一步又引用了像《华严经》它的不同品当中，那么的一些颂文，帮助我们了解到说，一切其实都是心所现。那么让我们了解到唯识更深一层，真正唯识它的意思。那不仅是如此那么接着我们看到说，在阐述了空性思想的这个般若经当中，其实呢也可以看到有唯心的这样的思想在里面。譬如说，当我们在般若经当中看到龙树菩萨会谈到这些空性的时候，也会提到说一切是空。
강지 띵주门比全个也把门比，地基东北门比全个也把门弄死嘛的。那像是空性思想里面提到说，那么一切存在呢都是因缘所生，那么因缘生的一切也都是无自性的，而无自性的一切都是本质是空。所以呢，龙树菩萨他确立了这样子因缘生，然后到无自性，然后到空这样的一个理论，这是龙树菩萨他确立的。但在般若经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他更简单的去提到说，一切事物呢，它并不真实存在。所以呢，像是在般若经当中就有提到这样一段话说，一切事物呢，它只不过是概念性的一个名称而已，而且那些名称都不是真正的存在。因此呢，由这些概念的名称所指示的事物也不是真正的存在。所以这段话它的意思也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只不过是自己的心被概念设定，在很多这些事物都不过是自己的心内被概念设定的东西。所以你可以从这样子来理解，这也就是唯心的一种说法，一种思想了。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从像大般若经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会跟所谓的唯识呢是一样的。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所以总之呢，我们这里看到空性的思想就是真正将它这样的空性的理论能够组织化建立而成，这样的思想组织化完成的人就是龙树菩萨。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也有很多方面是跟唯识是相同的，也有唯心的这样的倾向的。譬如说在他龙树菩萨的著作最著名的中论当中，他虽然呢重点都放在空性的理论诠释上，并没有特别谈到唯心，但是呢也被归类为龙树菩萨所做的其他几部论点，像是大乘20颂论还有60颂如理论等等。像是大乘20颂论这是有翻译成中文的，还有60颂如理论里面都很清楚提到有这样的这样一个唯心论，都有提到唯心论的这样的思想。所以大乘20颂论就龙树菩萨这个著作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一切都是唯心如幻象而生，有这样一段话。大乘20颂论呢，这一部的梵文还是现在找得到的。所以呢，看到呢，这一切都是唯心。唯心这个词呢，梵文就是 Chitta Matra， 所以很清楚就是 Chitta Matra， 就很清楚就是唯心。所以从梵文的这个母本就可以看到很清楚，龙树的著作就有提到唯心2个字。再来接着60颂如理论，龙树菩萨里面也有一句话说，法无生无我，智悟入实性，常无常等相，皆由心起见。那在藏文当中呢，这个60颂如理论呢，它最后一句皆由心起见，这是中文翻译叫皆由心起见，但是在藏文里面并没有这么清楚有提到心起见，但其实在梵文当中呢，它是很清楚提到是有提到心这个字的。所以等等就是可以看到这么可以说建立了空性思想这样的龙树菩萨，在他几部他的重要著作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唯心的思想在里面的。所以呢，
上面呢，我们就简单的做了一些介绍，重点就是说什么？就是说，在我们进入到这个经典的解释30颂解释之前，我们要对整个唯识它的思想有一个认识。打赢了呀，这当个什么什么住的么状况里啊，就努力咱们才能找到什么做下去。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唯识的思想真正建立之前，就像之前谈到的，本来呢就有这种唯心的倾向的，但是呢，持续呢到了可以说唯识这样的思想发展起来。我们说从佛教的最开始原始佛教的过去的，我们之前有谈到从原始佛教当时，然后再到这个中观到部派，然后再到中观，你可以看到它都有唯心的这种倾向。那当然一直到了唯识的时候，它也更是一直都维持着维系着这样一种唯识唯心的这样一种倾向。那只是到了唯识的时候呢，它将这样的一种可以说一种持续的流动从原始佛教的到部派的到中观的这样一种流动呢，把它串联起来，然后建立了一个更彻底更完整的一个唯识的一个思想。那么更彻底的一个思想，也就是说一切呢都是阿赖耶识造就出来的这样一个思想。这里有一个部分要补充一下，在唯识中的思想上，不只是说心很重要，尤其特别重视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是唯识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阿赖耶识它可以说是在心的深处，可以说不停的在活动的一种深层的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心理就是阿赖耶识。那这个阿赖耶识呢，这样的一个思想，你一看的时候，一听到这样的思想，可能会觉得说，怎么跟佛教所说，佛教你们不说无我吗？那怎么好像这个你又说有这么一个有阿赖耶识存在，好像跟无我的说法相反。因此我们要对于这个唯识思想中很重要的认为有这么一个阿赖耶识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要去探讨，它是什么样的原因之下而说的。那么回到佛陀，他最早有提到三法印或者说四法印，他在这里面就提到了其中之一就是有一个叫诸法无我，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里的无我就是梵文就是阿那阿明，它可以说就是佛教的基本的教义就是无我。无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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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无我的我，或者说佛教要否定的我，它最主要否定的就是我们说外道的这个我。当然我有粗细的分别，但是最主要是外道认为的有这么一种我，它是恒常的，是一的，是主宰的，叫常一主宰的这样一种我。所以这是佛教要否定的，也就是说诸法无我，就是没有任何的事物哦，所有的事物都是没有都没有所谓这种常一主宰的我。所以佛陀呢，当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无我的一个思想，就是驳斥当时印度主流的认为有一个我的思想。但是呢，之前有提到过轮回的这个印度传统思想，却被佛陀他接纳了，或者说被纳入到佛教当中。所以一部分来说，承认有所谓的轮回，但是佛教里面一部分又认为说，不认同有这个所谓的我。所以对于佛弟子来说，对于这样子无我说和轮回说，这两者在理论上要怎么样不抵触？所以这里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症结在这里哦。如果这个具有一个主体性的我不存在，就所谓无我嘛，那么谁在轮回呢？那么到底不断的生生死死的这个轮回的是什么东西？是哪一个呢？因为如果没有了我，那么谁在轮回？所以一方面是无我，那一方面又说有轮回，那我们就会有疑问，那谁在轮回？所以佛弟子们当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对于这个疑问，当时就有很多弟子就问了佛陀嘛。佛陀当时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业的相续。佛陀的回答是说，业它是相续着的。这个意思是说，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经验的，我们苦乐也好，所有的经验是过去行为、过去的业就过去的行为的一个结果。同样，我们现在我们的各种的行为，我们的决定，就是未来的这个因，就能够决定我们未来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影响这种业力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一个业的影响，它是持续不断的，这个就叫做业相续。那么在佛陀圆寂之后，那么当时这些弟子们，其中有很多很喜欢这种做理论性这样思考的人，就是叫阿毗达摩论师。他们呢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他们就进一步在想，他说，那么这样一种业就是行为这样的一个相续，这样的影响到底它存在什么地方？它必须要有一个地方储存吧。如果我们造了这么多的业，
它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保留它的地方，那这些相续它怎么发生呢？所以它必须要有一个储存这些业，或者说这些行为的地方。就有点像我们说电脑吧，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文档、很多的图档、很多的音档放在里面，或者说我们在里面写了很多文字等等，画了很多图，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能够储存它。如果没有一个储存的地方，那么它再怎么你创作，最后它也会不见。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它才能够持续储存下去，能够有影响。那么，当然像电脑，如果记忆体不够大，那储存空间不够大，你可能说哇，这些也可能不行，所以你还必须要是一个储存空间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从无始以来、生生世世以来，我们所造作的所有一切的这些，我们说业力也好、行为也好，所可能像印记吧，可所有这些东西，它都必须要有一个储存的地方。所以，就算我们到了来生，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不会不见。那么，所以必须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存放。总之，这些阿毗达摩论师就在这样子想，他们这时候他们就说，哦，有这样一个主体，就是储存业这样的一个实体，有这样一个地方。那么之前上一堂课我们有谈到说，佛陀圆寂后100年就第一次分裂嘛，东西方的僧团，一个就叫上座部，一个叫大众部。但另外一种说法，上座部、大众部，但你也可以这样子说，这两种呢，就是说，这里面呢，大乘色彩很浓厚的，就是这个大众部。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大众这个大乘的这个色彩，但是总之呢，大乘色彩很浓厚的就是大众部，他们主要关心的主题就是解脱。但是呢，上座部呢，他们关心的不是解脱，他们关心的是轮回。所以，总之呢，上座部就是注重理性，注重这些论点、研究、思考。阿毗达摩论师呢，他们就不断的去想，他们就设定出就在身体，还有在这样的一个眼耳鼻舌身六识的这样一个深处，或者说我们的这些业力行为，它必须有一个储存的这样一个的一个实体，业相续的一个实体，或者说一个轮回的主体。所以接着，那当时的不同的部派就认为有这样一个轮回的主体，然后不同部派呢又给它不同的名称，譬如说上座部和这个叫说假部就称为叫有分识。再来化地部呢，称这样一个实体叫做穷生死运。再来独子部就称它为叫非即非离运我。再来精量部呢，称它为系意识。再一个说法说呢，大众部呢也主张有这种系的意识而且把它说为这种根本识。
他的全网包的最给来苦啊不就孤独是来苦啊不就孤独。所以这里就是当时的这些叫阿毗达摩论师呢，他们就觉得说，必须有这样一个储存的这样一种业的这样一个实体。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所以这个业呢，我们说它又不是所谓的一个精神体，又不是物质业哦。或许从现代来说吧，业呢，它比较像是一种能源吧，像是一种能量吧，一种 energy 那样的东西。就像现在科学家会说，光呢，它就是一种能量，一种能源，一种能量。而这个光呢，它又有光粒子。而这个光粒子呢，它就有这种物质性的。所以就是你说光它比较像抽象吧，是一个能量吧，但是光它是由光粒子组合而成，那光粒子它就比较有物质性的这种物质性在里面。所以光这个东西它又是一个像能量这样的一个东西，但它同时又具备有光粒子这种比较物质性的层面。所以同样业力呢，所以同样呢，因为所以这个业呢，它也能够让可以说怎么讲，产生很多的这种力量吧。所以因此呢，这个唯识他们就认为说，在这个六识的深处哦，他们就会认为有这么一个根本的这样一个持续相续的这样一个心，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叫阿赖耶识，它就储存了这样子的一种业的这种相续在里面。那阿赖耶识这个部分之后还会再多谈。那么接着呢，我们说让唯识思想啊，这个建立起来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空，它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一种空性思想的一种开展。那么很多人会以为说啊，这个唯识思想在说的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识存在，所以一听到这个就觉得说这跟唯识，这跟般若经认为的空的思想是对立的，就是说般若经的中观派认为的空的思想是对立的。但这样的见解是错误的。其实呢，真实来讲啊，唯识思想呢，它是真的，它其实是完全的可以说继承了空性的思想，甚至实际的去实修了空性的思想，继承了空性的思想之后，而且真正的弥补了，或者说修补了会落入完空的那样的缺陷之后，然后这种确立出来一种新的空的一种理论，这是唯识的思想。那怎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这种
唯识的主要依据的几部经典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叫《解深密经》。我们县东北，养多的工的咋就不只能够了吧？像他空派呢也很重视解深密经哦。那还是讲回来，唯识特别也重视解深密经。那解深密经这部经里面就有提到，叫做30教判。也就是说呢，就透过这样一个3个阶段的一个佛陀教法的3个阶段的这种判别哦，你可以知道说唯识它的重要性在哪里。所以所谓的30教判，它的意思就是说佛陀的这种教法教说，它可以分成3个阶段，叫30。当然有不同的说法，但解深密经是这样子讲的。那当然不同大师有不同的一些说法智者，像有的时候一种说法是初转法论、中转法论、后转法论，是用时间来分。有的学者会认为，大师会认为时间前后不重要，重点呢是佛陀他所说的内容来分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也有可能，因为重点有的时候是像有的时候是可能如来藏的思想可能是先讲，但有的时候是后讲，所以时间前后不重要，重点是内容比较重要等等。所以总之依照解深密经来讲它的分的30呢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一时是为声闻乘说四圣谛的教法。那么窥基大师唐玄奘的弟子，他的一个解释他认为说在第2时，他是隐密相而说空性；第3时的时候是以显了相说这个说空性。藏传佛教一般说法不太一样，所以总之呢，这里呢第2时的时候会说他是以隐密相为大乘说了什么呢？说了佛陀说了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自性涅槃这样的内容。那么第3时的时候，他是以显了相为一切大乘宣说了什么呢？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之教。所以这3个实教来讲呢，前面的2个部分还没有很清楚说出佛陀的真实的意义所以还是属于叫做不了义。可以说第3时的时候才是真正明白说出佛陀的真意所以叫了义法。但是呢，如果我们把第2跟第3时的做比较的时候，你会看到说所谓的第2时般若的空思想，还有第3时的这样的还有第3时的，就是第2时跟第3时第2时它是隐密相而宣说，第3时是显了相而说。虽然说它内容是一样，都是在讲
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自性涅槃。但是第20跟第30它的方式不同，佛陀第20的时候是隐密相，最后一次是用显了相的方式去说，所以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异。换句话说，可以说唯识的思想和空的思想都是在对同一样的教法做讲说而已，只不过一个是在用以密相而说，一个是在显了相而说。那么至于怎么样是隐密相，怎么显了相，这我们之后还会再详细再解说。总之呢，唯识宗最重要的一部依据的经典就是这个解深密经。所以就像这部经里面提到说，可以说第20我们这所说的内容和第30所说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第20我们会说就是般若空思想，第30就是唯识的思想，但这20所说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判教，你可以说唯识它其实是延续了般若的，在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第20是隐秘的方式去说空，到了第30的时候是用显了的方式说空，那就叫做唯识，是这样子。所以第20的时候的所谓的般若的空的思想，它是比较是用一种隐秘的方式，主要是以这个驳斥这种谛实就是执着实有的这种，为了破斥实有的这个部分一个以否定的方式，一个以成的方式而说。第30的时候比较是以显了的方式，而是以成立的方式而说，大概是这样，简单来讲。所以呢，第30在讲的这个以显了相来说这个空性思想的显了，还可以说就是三性跟三无性说，这是在唯性唯识或者说瑜伽行派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三性跟三无性说，这和之前我们谈到阿赖耶识的这个思想一样重要。所以其实呢，这个三性跟三无性的这样的一个的说法，其实就是般若经的空性思想的一种新的讲说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就可以从下面的一些书中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引证为什么我这样子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譬如说在大般若经当中他就有提到就很长的一段经文他就从实有菩萨等等的一直到不生执着，有很长的这样一段经文。那么之后就有不同的这些大师在不同的著作当中解释这一段大般若经的经文。譬如说世亲菩萨这个在摄大乘论的注释，还有无性菩萨他在摄大乘论的注释，还有这个叫大乘阿毗达摩杂论集等等当中都对于大般若经这一段话去做的解释，而且呢是整理成为它叫做10种散动。总之呢，都是透过了三性，就是唯识的思想的三性去做解释。
再来第二个举例是，这是护法他所造的这一位护法这位大师他写的一部对于这个中观400论的一个解释，这叫做大乘广百论的释论。它里面呢也是以唯识的思想，而且是以唯识的这个叫做三性去解释了一段这个般若经的经文，叫做佛告具受舍利子言：色自性空，自性空故无生灭，无生灭故无有变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还有善现当知，色名诸色无性之性，受想行等广说义耳等等这些经文。还有一位叫安慧，他写了一个这个中边分别论的一个艺术。那一般来说，这个中边分别论也被归类为这个唯识的一部经典。那他空派也把它归类为好像是他空的一部这个论点。总之呢，安慧他写的这针对中边分别论写的一个这个注解中提到，他也提倡说这个三性啊，他有这么一句话说：为了借三性之门，无迷雾的了达本性甚深的般若波罗蜜相。换句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了解这个般若经的这个空性的义理，就如果你要了解般若波罗蜜的意思的话，那么你甚深的空性义理的话，你就必须要透过三性的方式去了解。所以你看安慧他的著作当中也这么提到。再来一个引句呢，是这个中文的大藏经里面有，我不确定藏文是不是有，应该也有，就是无著菩萨他所写的这个金刚经的一个著作论著，叫做《金刚般若论》。在这部论著当中呢，他在解释这个《金刚经》的时候，他也透过了唯识的思想的这个叫三无性的这样一个思想，去解释了《金刚经》里面的，比如说须菩提，若闻此修多罗章句时，不惊不畏，当知世人身为稀有，这样一部经文。就是他在解释这个叫《金刚般若经》，《金刚般若经》这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说他也是用三性去解释。所以以上你会看到这些唯识瑜伽行很多重要的论师，就刚刚提到的无着呀、世亲、无性、安慧、护法，刚刚这几位，他们都是透过三性，还有这个三无性等等，去解释般若经。而且不就是一次这样去做，而且在他们不同的著作当中，不断的这样子去诠释般若经。这就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说，其实唯识的思想其实就是可以说是空的思想的一种新的诠释方式，或者是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思想的空的思想的解释方式。当然，唯识的对于空性的这种诠释方式，跟中观解释空性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在解释的东西本质上是一样的。那这是我想今天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一点。那我想今天呢就应该是讲到这里，虽然还剩一点时间。다리 딱 군쉐
자기의 군주에 대해 소토야 말이야. 이미네다 군주의 팔만 체제. 믹스의 체제. 다广播那수준. 么这次没有办法像过去有大家聚在一起这个辩经，但是各位是在各个寺院举办辩经，但也希望你们能够就像过去大家聚在一起辩经一样啊，那样的行程去做。我记得，譬如说我那时候有制定一些课诵的一些方式跟内容。那我想当时我做的一些念诵的内容，我会再透过这个辩经筹备小组再发给各个佛学院，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延续这个辩经活动，过去辩经法会上的一些这些规矩能够延续下来，不然不同的寺院有不同的维诺，就有不同的唱诵方式，甚至唱诵的内容，这样也不太好。所以因为我们这么多年辩经法会也建立也出了一本这个课诵本，是在这个尼众辩经法会的时候就出版了，也完全确认这个唱诵的内容跟唱诵的方式哦。这个总之之后会再发给各位哦。那么总之希望你们在各个寺院虽然没有聚在一起，但是在各个寺院也可以持续这样子练习。那么之后未来聚在一起的时候辩经活动上，我们大家也能够念的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现在小小的地方如果都不注意的话，将来大的事情是不可能做成的。如果我们常常觉得小小的事情这只是个课诵嘛，或者只是一个唱腔吧，如果你都觉得随便没关系，但之后很多大事是成不了的。所以也请大家放在心上。好，最后做课诵回向。Of
舍。